高雄出名的新娘衫店，予大火烧了，但嘛互发现讲是劣管的违建，因为毋是优先爱拆掉的建筑，所以就一直拢放咧无拆。毋过嘛有民代发现讲，目前高雄咧拆违建，煞无甲遮违规的民众来收罚金，一年拆除的预算嘛才300多万，安尼恐惊是拆拢拆袂了，佫会造成财政的负担，所以就呼吁应该爱比照台北来定出强制拆违建的收费标准。 高雄市中华兴路甲中原路路口的这搭违建当咧拆除，因为无需要出动重机具，所以袂去用到年度拆除预算。除非是爱出动大型机具的，才会去动到预算。毋过高雄一年的拆除经费敢若按300多万，目前阁无甲民众收费的相关规定，并代质疑安尼会造成财政负担。使用者付费是一个社会上的共识哦，所以违建的拆除又影响到公共安全，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由公费来 出的这个道理哦，跟民众收费，我觉得是合理啊。如果说他自己盖，因为那边本来就不能盖东西了，他们也有他们的压力。那民众如果说不愿意公部门的来拆，然后你觉得你会破坏我的东西，那你就要自行自费来拆啊。 高雄目前有登记，毋过还未拆掉的违建超过11万件。依照目前的年龄来算，一年拆4000件，全部拆了恐惊要30年。民代质疑效能无够，市府是回应讲，目前结案的违建有超过80%以上，拢是民众家己拆掉的，预算也算是会当应用。违建民众都是自拆的，那自拆的比率大概有80%至85%以上。 那剩余的部分就会由我们这边来拆除。那当然，我们有自己的拆除人力，大约是40位。那如果是人力没办法克服的，才会动用这一个300多万的拆除预算。市府回应，有公安疑虑的违建会先安排拆除，不过每一个案件的状况无同，无法度一概把所有的费用拢算出来。当然，预算愈济，会当做的代志就较济。若收费的问题，也是要等到自治条例草案通过，才有法院会当参考。记者高雄报道。